人都想查詢毛孔凹凸洞嘅問題。市面上咁多種方式，我哋又應該用邊一種方法去改善係最有效嘅呢？首先，我哋要了解凹凸洞嘅成因。凹凸洞嘅形成係皮膚發炎之後，皮膚下面產生咗黏連，然後將皮膚表面向下拉，而形成咗凹凸洞。想有效處理凹凸洞嘅重點係有冇解決皮膚底層黏連嘅情況。如果冇解決到，其實做咩項目皮膚表面都係會向下拉扯緊，唔會有改善。所以皮下剝離法最重要，切斷皮膚黏連，放鬆翻皮膚拉扯，然後再去刺激翻膠原增生，撐翻起成個凹陷嘅皮膚。而現時最多人做嘅皮下剝離法就係醫生手打同埋儀器，兩者都各有好處。醫生手打可以針對嚴重嘅位置改善，例如冰錐形，先做剝離，再將底層增生膠原托翻起個凹陷。而儀器我哋會建議做 Bubble 360，佢有氣穴式皮下剝離，可以大範圍而平均地改善車廂型嘅凹凸洞。而我哋嘅凹凸洞通常都係由2至3類混合形式出現嘅，所以我哋就推出咗醫生手打，再配合儀器做法，更加有效改善唔同類型嘅凹凸洞。如果你都想改善毛孔同凹凸洞嘅問題，快啲嚟香苗揾我哋啦！